怎么了？你是不是拿了封属于我的电报？我拿了一封电报，不过我不知道是属于谁的，我已经交给大佐了。那你知道电报的内容吗？不知道。他们说是关于我母亲的。你去问问大佐不就清楚了？我不敢去问他，他今天看起来心情不太好。大佐有时候是有些严厉，不过他是你的亲舅舅，没什么可怕的。幸太郎，要不你去帮我问问吧。我不管，是你交给他的，你必须把它给我拿回来。我倒是有个办法，能把这封电报拿回来。不过你要答应我，不许跟别人说。好。吴小姐，先生请你上去。好的。吴小姐，请。先生，吴小姐，日本间谍的事情，英国警署找你麻烦了。英国警署欧文司长确实给我打过电话，不过被我搪塞过去了。我认为英国人不会就此善罢甘休，万一他们以此为难我们，我想公司的生意会受到重创。咱俩坐下来谈。你想好什么应对之策了吗？我是这样想的，中国有一句老话，叫“有钱能使鬼推磨”。我想这句话用在英国人的身上也一样。具体需要多少数字，我回去合计之后会再请先生过目。行。现在我们恐怕要被迫接受英国人的一些条件。之前英国人想用非常低廉的价格从我们公司进货，都被我拒绝了。这是之前没有谈妥的几笔生意，请您过目一下。这一家想要铁矿石，这家想要锡矿石，这几家的胃口都不小。眼下恐怕我们谁都不能得罪。这么多。哎呀！怎么了？先生，您屋里有白蚁。先生，您这屋子有些年头了吧？这是民国初建的。香港处于亚热带地区，气候温润，非常适合虫蚁的滋生。我建议先生做一次彻底的房屋除虫。你有认识这方面的人吗？我这就去联系。哎，一会儿让奶娇陪你出去打电话联系，不要用家里的电话打。是。请吧。
喂，是杜老板吗？我就是。您是哪位啊？杜老板您好，我是强黄兴业的吴安娜。哦，是吴经理啊，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吗？是这样，最近我有一个朋友家里在闹白蚁，需要你们派人手过来帮忙除虫。没问题，请问在什么地方？中央广场的公园。明天早上8点，会安排车来接你们。好的，好的。哎，谢谢。明天就会派人过来。还是我一个人去吧，你到下面等我。小心点。好。看清楚了吗？看清楚了。饥不择食。
景君，有什么想对我解释的吗？藤原少佐，你带着人深夜闯进大佐的办公室，是不是也需要做出一些解释啊？我该为你喝彩呀！韦景君在中国学习到很多东西。贼喊捉贼，是这样讲吧？看来木村中佐在上海给你打的并非土真剂，而是葡萄糖。号称屠夫的木村没能从你嘴里掏出真话，我想试试。韦景君得罪了。很晚了，不要打扰大家休息。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幸太郎，你没事吧？你为什么要用枪指着幸太郎？小泽姑娘，这里没有你的事情，请不要妨碍我执行任务。执行任务？你这算什么执行任务？你为什么要抓幸太郎？小泽姑娘，请你让开。我偏不让。你先下去吧。韦景君，这个电报是你伪造的？大佐，属下实在是出于无奈。大佐，按照规矩，请允许我对他进行搜身。
大佐，可以吗？可以。藤原少佐，小泽姑娘的母亲，也就是大佐的亲妹妹，刚刚故去。大佐怀着万分悲痛的心情，对小泽姑娘隐瞒了这个消息，而且他再三叮嘱我，一定不要把这个消息告诉小泽姑娘，他怕因为这件事情左右了小泽姑娘的情绪。但是，小泽姑娘不知道从哪里知道了有一封来自日本的电报，再三地询问属下，电报的内容到底是什么。属下实在是出于无奈，才行此下策。我不得不伪造了一份电报，装作今晚要把它偷出来，希望这样能瞒过小泽姑娘。事情所有的经过就是这样了。大佐、少佐，属下因为徇私情而触犯了军人的法纪，我愿意因为此事受到惩罚。信太郎，我母亲的病情是不是加重了？不会的，她只是思念你而已。那她为什么会发这封电报？她明明知道我在军队，是不可能回去的。信太郎，你说我母亲会不会？小泽，别瞎想，别瞎想。信太郎，信太郎，我该怎么办？信太郎，我该怎么办？不会有事的，啊，不会有事的。回去别胡思乱想了，好好休息一下。信太郎，
还能抱抱我吗？好了，回去吧。谢谢你，邢太郎。老王，老王，老王啊，准备的怎么样了？放心吧，大家伙都准备好了，衣服和家伙事儿一样都不差。好，你现在马上带着同志们到中央广场的公园去等着。好，那边8点钟会有车来接你们。到了增平别墅之后，一切的行动都听安娜同志的指挥。好，走了。好。他这个人每次说话呀都特别搞笑。有一次啊，这个张宗昌站在讲台上给学员们讲话，他大声地说：“同学们，你们已经毕业了，由大元帅亲自培养。大元帅对你们期望很大，你们要好好干，将来的前途是不堪设想。”这个张宗昌啊，还说你们有什么三民主义，我也有主义呀。他的友人就说呀：“你有什么主意啊？”他沾沾自喜地说：“你们有三民主义，我有三多主义。”什么叫三多主义啊？这个三多主义就是钱多、兵多、姨太太多。在吴小姐面前，我似乎不应该讲这么粗俗的话啊。
食言了，食言了。哪有啊，先生？您讲的就是挺好笑的。是我们的吴小姐喜欢装清高吧？徐小姐，您言重了。我只是不太明白那些所谓的主义罢了。先生，初充公司的人到了。哦，啊，先生，我带他们上去。让他们干活麻利点儿。先生，我也过去看看。哎，不用，你坐下，可是，坐下一起吃饭。我再给你接着讲。有一次啊，他和他的姨太太在一起吃饭，这个汤刚端上来，他这一不小心把勺子给弄在地上了。按说一把勺子嘛，你换一把不就完了？他不，他从地上捡起来，在这个身上这么擦擦一擦，直接就舀汤去了。你是说搞笑不搞笑？老王，好的，就这样。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安娜那边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，那边派人到公园，直接通知我们这活不用干了。说什么理由了吗？什么也没说，不过工钱倒是结得挺痛快的。会不会安娜同志在曾平那里暴露了？如果暴露了，会直接影响到你们。啊。不过肯定是出什么事情了。只是这样一来，肯定会直接影响到我们能不能拿到曾平的委任状。这没了委任状，下一步行动就开展不了了。不要着急。我们等等安娜的消息。你们都检查的仔细点啊！好嘞，哎，好的。徐小姐，这不是我叫的人啊。是我叫的，这都是行业顶尖，我找的都是最好得的。检查一下。好嘞。先生，这别墅里面都是贵重物品，不能随便让别人打理。徐小姐考虑的周到。查仔细了。哎，好的。沈翔，哎，你可要盯紧了他们，别让他们把先生的东西磕了碰了的，他们可赔不起。知道了。都小心点啊！哎，好。哎，你们可轻点啊！先生的东西可都是贵重物品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哎，你碰坏了赔不起，我告诉你啊！好好查，查仔细了，干活毛毛躁躁。是。吴小姐，
新太郎，还在担心你的母亲？我觉得我母亲不大可能会发那样的电报给我，所以一定是出了什么事。而且，花务室的人好像知道些什么，一直在瞒着我。别胡思乱想了，你这种情绪会影响到工作的，也会影响到大佐的情绪。这样，我带你出去散散心吧。好，走。韦警大尉，大尉，大佐有令，任何人不得私自外出。我只是想让新太郎陪我出去走走，我们不会走太远的。大尉，实在抱歉，命令就是命令。川口君，命令都是人给的。小泽姑娘，她今天心情不太好，我想陪她出去散散心，能不能通融一下？大尉，请您不要为难在下。川口君说的对，命令就是命令，改天我再陪你出去。不好意思，添麻烦了。安娜姐，您回来了。哎，杜老板吗？是的。吴安娜，上次在您书店预定的书到了没有？没有就不要了，以后有什么好书再向我推荐。麻烦您派人送个书单过来。好，知道了。怎么样？曾平的伪人状没有搞到。哎呀，不过安娜暂时安全，恐怕这一次是离伪人状最近的机会。没其他办法了吗？哎呀，小泽回日本，大佐，我们中间很多人都知道了这件事情，大家都在帮小泽隐瞒。可是，我担心瞒不了多久。重要的是，我怕大家因为这件事，心理上受到影响。你是说担心其他人因此思念家乡，担心家中的父母？这件事情，可大可小。现在正是需要大家精诚团结的时候，尤其在精神上。不能有一丝松懈，大佐。于情于理，小泽也应该回日本去看看。天皇的子民，越是在困难的时候，越要坚强。小泽他，先是帝国的军人，然后才是为人的子女。他哪里都不会去。大佐，可是。不用再说了，你下去吧。嗨，中佐，大佐，和谈的地点我已经选好了。这儿，还有这儿。我观察过了，这些地方都是户外，曾平不可能窃听，而我们可以扮作路人，对他进行拍照。更重要的是，
这3个地方交通便利，一旦发生突发情况，也便于我们撤离。好，就选这个信号山公园。嗨，那我这就去安排。好。老王，安娜，金井武夫刚刚来过电话，他明天就要和曾平见面。啊？明天就要见面？嗯。看来金井武夫对和谈这件事已经非常迫切了，不然他不会突然直接给你打电话，而且丝毫不给曾平留多余的时间。可我们接下来怎么办？如果手中没有委任状的话，金岩同志就无法从中斡旋。喂，是金井先生吗？我是吴安娜。哦，吴小姐你好。我们先生说，明天不方便见面。吴小姐，生意之事可不是儿戏。曾先生有什么事情能大得过这件事情呢？先生自有他的安排，我只是一个传话的。明天我必须见到你的老板。金井先生，您这不是在为难我吗？那好，吴小姐，那让曾先生亲自给我打个电话吧。好，我这就向先生转达您的意思。果然如你所说的，金井要直接和曾平通话，他一定要个充足的理由。
故事未说情章回，高跟鞋，刀锋如此轻纤维，一步一痛，一步一美，骄傲的泪水落在我心里的滴泪成丰碑。目光如此深邃，人海中蓦然相对，让爱勇敢地选择前路，转身那一刻止不住的泪，在时刻精诚戒备，逆着季风而无畏，用赤诚在捍卫，把手心的冷汗捏碎，梦眼神压到凄美，等天边隐隐的惊雷，看烟花在徐徐枯萎，且只是滋味，往一处见人开出玫瑰，一处见人开出玫瑰。在时刻精诚戒备，逆着季风而无畏，用赤诚在捍卫，把手心的冷汗捏碎，梦眼神压到凄美，等天边隐隐的惊雷，看烟花在徐徐枯萎，且只是滋味，往一处见人开出玫瑰，一处见人开出玫瑰。推迟跟金井武夫见面的时间，提前跟曾平见面，这绝对是一招妙计。这也是逼不得已的办法。我们会想办法偷拍到曾平的伪人状，一旦照片洗出来，就给你送过来。你要尽快把金井武夫的伪人状做出来。曾平他们快来了。曾先生，眼下和谈的重要性，我想你心里是最清楚的。如果重庆方面不想抓住现在这个仅有的机会取得和平，那么等待重庆的命运，只有灭亡。